古名辗转大唐春，欢迎他们带来的踏舞凝香花飞旋。
谢谢他们非常诗情画意的这段舞马。踏舞凝香花飞旋。接着下来，他们要为大家演出的这一段呢，是在描述在农村里面呢，有一位非常可爱的黄毛小丫头，而且呢，或许是很多位黄毛小丫头，他们遇到了一群看起来有够勾追的黄毛小鸭。结果呢？你们猜猜看，是这个黄毛小丫头在赶黄毛小鸭，还是黄毛小鸭在赶黄毛小丫头呢？所以呢，我们接着下来，是不是就让他们先来准备一下？那么重点呢，我们在这边呢也先跟大家提醒，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出团队，除了有第一团的明美舞蹈团之外呢，等一下为大家担任演出的是韩国平泽农乐团。那么当然呢，今天是礼拜六，让大家看得非常的充实，有台湾、韩国、波兰、印尼以及俄罗斯的表演团队。其实我们今年第10届的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哦，是从10月8号开始，一直到明天是闭幕式。好，现在就借由大家的掌声，欢迎他们带来非常逗趣的小丫头赶鸭去。